候选人在然后咱大家想，所以接下来要甲咱心得分享报告是咱4年教育结业吼，咱邀请到咱的陈启贤前线，唔知影伊有要去练当书无啦吼，等下看伊家己啦吼，不要给他压力啦吼，你刚刚压力很大，没有候选人是要抛球给你，是讲每个人他不一定是要练讲，他都要。那是你讲师讲，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教我讲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就是咱的初阶讲师班结业，伊去讲英语，我们比较含蓄，叫做讲员班。如果感觉讲是讲完呢，袂是讲书。其实尾前2嘛慈悲，你既然若是就是有法度有这个平台会，这个时间这长，就是拢叫做讲师啊。所以受之是安怎无愧吼，你是。足自然的物件啦，就包括你已经结业，你会当大声讲，我是新闻所，我是爱情人才，其中我就大声呀吼，咱就是肯定家己。所以咱请掌声来欢迎陈启贤陈先。点传师好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早上好。所以中午了，11点了。后学是季贤，那后学呢上这4年教育真的是很巧的事情，因为后学进来投堂的时候，第1年求到，然后隔年就疫情了，隔年。那时候呢，疫情的时候，第1年的时候好像已经，据说我们这一班4年教育班读6年。后学是第2年进来，他们第1年因为疫情所以停班，第2年，然后后学就刚好赶上了第2年报名。那非常感谢点传师，然后我们的领任组长各位前贤哈，就是不放弃后学啦，从家访，然后一直到就是还有做一些家庭的聚会、家庭的读书会，然后一直鼓励后学参班，从到爱祥。这个温暖的大家庭，真的是因为爱享这个温暖的大家庭，把后学留下来了。所以，谢各位掌声给大家，谢谢。那后学觉得说，其实上4年教育，就像刚才师妮讲师说的，有非常有系统一系列的课程，就是包括像刚才点传师说的，我们要听道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学4书，那后学在学的时候就。哇，我们去上课还要背《论语》，还要背那个《大学》，然后还要背《百孝经》。哇，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，因为已经离学校太久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后学发现啊，透过你在这上课啊，你学习的当中，你学了这些经典，学圣人的这一些圣贤的话，那你会发现你自己慢慢透过学习，然后内化到，也像点传师刚才说的，我们听道理会怎样？会明理，然后呢，也会慢慢觉得好像自己好像跟圣人怎样越来越接近了。然后读这些圣贤的书啊，然后背啊，后来我们发现，这些其实我们小时候国中、高中都有读过，可是太久了，我们不常在讲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不会讲那些文言文，可是透过我们4年教育，我们去重新再学习这些大学论语这些，你会发现说，哇，原来这些圣人的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，真的非常的棒。你透过这一段，你今天感受到，你会慢慢的自己觉得说，我去很期待下一堂课，你知道，很期待下一堂课要再上什么。然后你在背诵的过程，自己也从当中学到了非常多。那还有后学非常喜欢我们的课程的其中一部分，就是还有道歌，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礼节。我们来到佛堂，需不需要学礼节？需要啊。我们的像办道礼节，最基本的我们的早晚献香礼节、30架这些一定都要会，对不对？然后办道礼节，后学非常的喜欢礼节，所以呢，后学今年3月要再跟着副前人跟点传师一起到泰国。那后学之前呢，求道礼节都是做下礼，那后学呢现在要开始做上礼，为什么？去到泰国一定要学上礼，因为下礼是由泰国的前贤他们在指理，所以你
在台湾只学下理，去到泰国，你的那个英雄不用武之地，所以一定要把上理学起来。所以后学期许自己。不只是在礼节，然后在经典，然后当然讲师现在后学也是慢慢在学习当中。虽然后学没有非常深的道学，也没有非常深厚，就是说对经典的研究也没有非常的深入。但是后学在努力学习中。其实我们手机现在很方便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看书啊，你手机。YouTube 打开来，你要听什么经典？你要听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六祖坛经》都有。其实没有叫你说一整天都在听这个经典，但是呢，你一天拨一点点的时间拿出来听，会不会觉得你就每次就会成长？而且你把自己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哦，我们每个月的第1周去上4年教育班，第2周我们的启慧班，第3周又回到真源山去上经典班。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后学以前都不知道，假日不是只有出去玩可是来佛堂上课，后学非常喜欢因为可以见到大家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有共同，我们大家都是有吃素食，然后有亲口的，然后大家说的语言都是非常共通的，所以你会觉得我回到神源山，回到佛堂来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那。你看我们的那个超子走过来了，表示后学的时间没有，不是那后学想说要轻松一下，后学要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啦。因为后学去年3月我们去泰国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从4球要到曼谷去，然后那个你该讲台语这阵就爱讲台语，因为后学的台语足好的，拢听有，不过有当时会误解。有一摆阮为4球要去曼谷的时阵然后阮伫车内坐伫车内，两个人就讲，因就咧讲暗顿啥物来做，伊讲因为啥物因囝叫啥物名？伟啦讲伟，伊会煮啦。伟肯对啦，伊就讲台语嘛，伊拢讲台语讲伟肯会煮啦，讲阮为4球去曼谷，我讲阮毋是要去曼谷吗？伊讲对weekend 伫曼谷因为之前拢讲国语啦，讲 weekend 在曼谷啦。后学讲对阮毋是要去曼谷吗？伊讲对要去曼谷曼谷，我说我们佛堂我们从4球到万国，毋是啦，曼谷就是曼谷。这后学一直以为，你当听有后学的台语，曼谷就是曼谷对无？后学当这曼谷是啥物？万国9州的万国啦，所以后学台语有好无啦？甲后学拍一个谱啦，谢谢。所以有当时大家甲后学咧讲台语，后学咧甲你喊的时阵歹势毋是后学听无是，真正后学台语就遮尔好尔啦，所以多多包涵然后后学继续成长，谢谢。